港交所將就港股手數改革進行諮詢，有證券業人士認為，若果以每股作為買賣單位，對券商同埋投資者都有好處。港交所同證監會今年之內會就改善交易單位制度，即係俗稱嘅手數制，提出建議並且進行諮詢。現時唔同股份每手嘅股數都可以唔同，有意見認為缺乏一致性。有證券業界認為，如果將股票買賣單位由每手改為每股，唔單止有利市場交投量，投資者嘅彈性亦都會增加。啲系統要作出更新，先至可以適應到改變啦。但係呢啲係好基本嘅交易所嘅系統供應商嗰啲工作啦。真正需要券商去動手嘅工作量實在唔係好多嘅啫，唔會構成啲中小券商成本增加嘅講法。嗰個交易單位咧，由每手改變嗰個每股成交量係會大增嘅。無論大中小嘅券商嘅佣金收入咧，都係會上升嘅。投資者按翻自己嘅可承受嘅能力啦，去買自己中意嘅股份數量，而唔需要按嗰每手嘅指定股數去買嘅。佢建議先由指數成分股又或者大價股試行，市場適應之後再覆蓋到其他股份。除咗改革手數制，港交所今年會為交易後系統逐步引入新功能並且升級，確保系統兼容 T+1 結算週期，為縮減結算週期做好準備。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李惟宏話：本港證券市場要多方面改革，提高國際競爭力。呢啲即係所謂組合拳啦嚇，咁我諗要幾樣嘢放埋一齊去睇咧，令到我哋整體無論係交收又好，或者係嗰個清算交易整體嚟講簡單一句話講晒，就要嗰個係提升我哋嗰個競爭力。咁當然改革就永遠唔停嘅，即係永遠就有好多我諗市場上邊即係更加有效率。做交易清算同埋進行各方面嘅業務嘅一啲更加有效性，我哋不斷都會睇有啲咩地方因應翻全球嗰個唔同市場嘅情況。李惟宏相信本港證券市場有條件吸引海外優質企業嚟香港上市，目前要把握內地龍頭企業嚟香港上市嘅商機。無線電視記者殷鳳平報導。